第一個場景有一個女仔好傷心，因為美國已經製作咗火箭可以登上月球。到第二個場景，而家中國火箭發展更加犀利啦！時間嚟到現代，我製作咗一個中國火箭博物館，係知道中國嘅火箭喺入邊。我分咗兩邊，呢邊係1999年至2007年關於載人上天堂跨越嘅發展。喺呢一邊，我哋介紹咗著名火箭人物楊利偉同運載佢嘅長征火箭2號 M。大家可以撳下圖片，然之後進入第二個場景。首先，玩家可以撳太空人，然後就會帶你去搭 lift。之後，你可以步行到長征火箭，跟住佢起飛。我哋利用咗 FingerCam 製作火箭模組，再放入 T-Lattice 場景裏入邊。當中，我哋用 Grok 4等 AI 幫佢繪圖，將圖片放喺場景入面。部分難以用 FingerCam 製作高像真度嘅 3D 模型，我哋又再用咗 Mesh Polycam AI 生成3D 模型，所以我都睇落去都好似真實嘅一樣。編程方面，我主要運用咗 Event、平衡運行、移動等等嘅功能。另外一邊，我分咗2014年到而家關於新一代火箭同埋航天強國嘅新時代。當你撳入去圖片，就會去咗介紹長征火箭系列嘅場景。玩家可以睇圖片，亦都可以撳下長征火箭，感受火箭發射嘅威力。其實中國火箭可以分為長征系列同埋神舟系列嘅載人飛船。當玩家撳咗神舟系列嘅載人飛船，就會去咗另外一個場景，然之後佢哋就可以睇到神舟系列火箭嘅製作過程以及模型。之後我仲想介紹，除咗中國有包公司製造火箭，其實都有中國民營企業，例如天德科技有限公司製造咗天龍3號，其實都已經發展得好蓬勃。我加咗一個長大咗嘅女人，表達火箭發展嚟越蓬勃，甚至超越咗美國，表現出自己真係好感恩，亦都好自豪自己係中國人咧。到博物館嘅上層，玩家需要玩問答遊戲同觀賞影片，亦都有小型火箭博覽。玩家可以走出上層，代表佢已經掌握火箭嘅知識。當面回答問題，就可以撇除障礙，達到去到小型火箭博覽。完成小型火箭博覽，亦都可以睇影片。後面代表問題就可以排除。最後最後一條問題就可以走出第二層啦。而家就可以俾你睇編程